Sabarangau. Babaan.走在最前面的是我们部落的祭司，祭司是部落任何传统祭典仪式中也是最重要的祭典的仪式的主事者，地位极为崇高神圣。后面是头目，这是部落的精神领袖。有关部落事务，头目就是部落最高的领导者。今年有没有抬轿？现在祭司头目一进场，请大家给他们掌声。哦，沙巴拉奥，头目，今天还要你们大金人。现在在进行的是点水降福仪式，是由部落祭司主持仪式。各位贵宾，祭司走到各位面前的时候，将一一的向各位做点水的降福，希望在每一位来宾身上都能滴到水。当水滴到你身上时，今年你将会一切得到平安，事事都能够顺利。平安走下去好了，不会讲说平安的。Nicoro to Sabarangau Abinaran atau Tumo. Amin. Bersatu. Lalu kirane sakatingalaw sa bawah mo man kinana mehsan sana ko Sabarangau. 他是用现在才看刚不semua nyaro kira mama ni ke Sabarangau Lulita.我买了名字来，还是真没钱。好，现在我们祭司的降福仪式完成，请护卫请到台上来，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，谢谢林祭司的祝福，也预祝大会今年好运万万来，台风不会来。